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9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晚上有很多媒體在報道說，萬科董監高，薪酬縮水近90%。根據萬科最新財報，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整體薪酬由2020年的5819萬元到2025年縮水了88%。僅為702萬元，且公司規定全職董事、監事不另行領取職務薪酬，僅按工作績效計發薪資，並說萬科是房地產行業薪酬大幅調低的縮影，預示行業發展邏輯轉變。我記得以前郁亮當董事長的時候，24年他不是已經宣布月薪1萬嗎？一年12萬。月薪1萬，你扣掉個人所得稅，也就到時候7000，那也差不多夠他生活費。實際上，房地產搞成這樣，窟窿這麼大，虧損這麼嚴重，這些高管，尤其是以前，記住了，以前在房地產高歌猛進的時候，在萬科拿了天量的這種薪酬的這些人，不僅不應該拿工資，反而應該還往出退。萬科從30多年前成立，後來上市到現在應該有30年了。這30年，它一共利潤好像是3000多億，我這記得不太清楚。那24年、25年2年就虧掉了將近1400億。所以說，不是這些高管降薪的問題，而是應該把他以前拿的那些超額的這些獎金也要拿一部分出來。經濟觀察報也報道了，房地產高薪退潮，千萬年薪銷聲匿跡，千萬年薪成為歷史。房地產高管薪酬體系巨變，行業風險重定價，高薪紅利全面退潮。也就是這些房企的高管過去吃香的喝辣的，那現在樓市低迷，這個上市公司業績都是在虧損，他們不僅不應該拿工資，他應該還把以前的要退出來，沒毛病。這些高管你不能只進不出，有好處你就分紅，公司虧損跟你沒關係。這個多少有點說不過去，為什麼小韭菜買套房一暴雷，房價一跌，一個個的破產、斷供、斷貸，這些高管憑什麼旱澇保收？這就是中國很多不正常的現象。這很多有錢人他為什麼有錢？你比如說那個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經理，他管理的基金都已經虧了30%了，但人家這個基金管理費照收，基金管理費一收，一年都是多少億的，就那麼幾個人一分。這些基金經理年薪都是幾百萬，憑什麼？他管理的基金虧的褲衩子都沒了，人家年薪還照樣幾百萬，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比如說什麼，萬科的創始人王石，他是2017年退出萬科，你退出了就退出了唄，結果萬科每年還要給他支付1000萬的工資，這個是他自己說的，對不對？這合理嗎？他已經退休了，對不對？一個月還要給他支付一年1000多萬，這個錢誰出的？上市公司啊，那這個應該不應該得到糾正？我們再看看海外機構對樓市的一個看法。首先是花旗，花旗上調2026年中國樓市成交量的預測，它不是價格，只成交量。花旗銀行發布研究報告，小幅上調2026年中國商品房成交量預測。報告指出，隨着政策效應逐漸顯現，預計全年成交量同比降幅由10%收窄至5%，就是下降。花旗本來認為今年這個樓市成交量要下降10%，但是現在一看3月小陽春很火爆，所以他就認為今年樓市下降只有5%了。花旗同時提醒，需要關注3、4線城市庫存去化壓力，以及民營房企流動性風險的持續演變。3、4線城市庫存去化怎麼去化？沒法去化。民營房企流動性壓力，民營房企房子賣不掉，民營房企很多房子都在3、4線城市，是吧？本來也賣不掉，流動性怎麼可能改善呢？當然，這個是花旗的一個觀點。我們再看高盛，他發表一篇文章研報，這個標題很有意思。他說：“地產回暖遇上油價黑天鵝，高頻數據裡的經濟溫差。”他這個文章這麼說的，他說：“地產回暖遇上油價黑天鵝。”30城新房成交面積近期明顯回升，數據跑到了去年同期前面，看着像是地產鬆綁政策終於起了效果。可另一邊，
國內航班量卻在下降，城裡也沒去年堵。這種地產熱、出行冷的矛盾，恰恰是眼下中國經濟最真實的體溫。高盛最新的周度追蹤報告把這種分化描述為：房地產和生產端確實有了邊際改善，但消費意願依然疲軟，而中東衝突引發的能源價格上漲正在成為新的外部風險變量。高頻數據揭示的經濟溫差值得研究，投資者應重點關注地產回暖的持續性以及油價衝擊對政策空間的擠壓。地產小陽春是反彈還是反轉？高盛監測數據顯示，30城新房日均成交面積近期顯著回升，把去年同期甩在了後面。熬了這麼久的下行周期，同比數據終於轉正，說明前陣子密集落地的房地產寬鬆政策終於在銷售端有了回響。這不僅是季節性波動，更是實打實的量在放大，但是沒有持續性也是白說，沒有什麼意義。到了4月份就斷崖式下跌。不過高盛也說，他说市場的溫度並不均勻，新房市场熱鬧，二手房卻顯得平淡。16城二手房成交面積大致與去年持平，沒看到顯著增長。這種新房強、二手房穩的格局，揭示了當前樓市復甦的結構性特徵。政策紅利首先刺激了新房市場，可能源於開發商促銷力度加大以及新房限價紅利，而存量市场情緒修復顯然慢半拍。高盛的數據顯然好像跟咱們接觸的這個報道不太一樣，報道是二手房熱小陽春，新房冷，但是高盛還反過來的，說不定他說的是全國。這種分化背後邏輯值得細究。二手房作為存量市場的風向標，其流動性直接關係到賣舊買新的置換鏈條。如果二手房市場持續低迷，業主無法順利出售舊房，資金就難以回籠進入新房市场，這將成為制約新房市場持續回暖的關鍵堵點。當前新房強、二手房弱組合，可能意味着部分需求直接通過槓桿進入了新房市场，而置換鏈條的傳導並不順暢。若二手房市場持續無法跟進，可能會反過來卡住置換鏈條，最終拖累新房市場回暖幅度。現在的狀態只能算是部分驗證，銷售數據雖有改善，但持續性還待觀察。新房成交回升的動力尚需觀察結構性因素，能不能轉化為持續的購買力，還得看後續數據。投資者不宜過早斷言全面反轉，目前將其定義為政策驅動下的邊際改善更為妥當。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房地產市場企穩對於整個宏觀經濟至關重要。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房地產產業鏈長、關聯度高，其復甦將帶動上下游一系列行業的發展。然而，當前復甦基礎尚不牢固，結構性分化明顯，這意味着政策端仍需保持定力，持續發力，以確保市場預期的穩定。高盛他認為，生產端、消費端冷，生產熱，消費冷，復甦節奏錯位。他說，生產端持續釋放暖意，鋼鐵需求與產量在過去一周均有回升，這並非孤立現象。沿海省份煤炭日耗略高於去年同期，這一高頻數據直接映射工業開工率的高位運行。鋼鐵與煤炭數據的共振，指向的是基建與製造業活動的回暖，這背後離不開財政發力的影子。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已經達到 1.16 萬億元，資金的落地正在轉化為實打實的實務工作量。生產端的回暖更多源於政策驅動的投資拉動，而非終端消費需求的強勁復甦，也就是政府舉債通過大基建帶動了這些工業生產，不是咱們居民消費旺盛帶動的。消費端的數据顯得有些糾結。高頻數據顯示，國內航班量在過去一周出現下降，取消率有所上升，不過同比去年仍有增長的態勢。交通擁堵指數低於去年同期，
這與生產端的火熱形成鮮明对比。高盛報告指出，它官方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月小幅上升。然而，出行數據的回落提示我們，信心的回暖尚未完全轉化為實際的出行消費行為。昨天咱們節目也說了，清明節人均消費又在下降，市場此前對消費復甦抱有較高期待，尤其是隨着經濟重啟，普遍預期出行與消費服務將持續攀升。現實卻是信心在修復，但腳步在放緩。復甦動能更多來自政策托底的與投資驅動，居民部門的信心修復依然緩慢。航班取消率上升與擁堵指數下降，不僅是出行意願回落，更是消費意願謹慎的投射。生產端的回暖與專項債的快速發行密不可分。1.16萬億元的專項債資金投向了基建等領域，直接拉動了鋼鐵、水泥等原材料的需求。這種由投資驅動的復甦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果終端消費需求持續疲軟，生產端的回暖無法持續，庫存壓力將再次顯現。也就是我們現在生產端的一些數字看上去不錯，實際上不是由內生的動力，就不是由我們消費帶動的，消費還在疲弱。高盛就說了，油價衝擊與政策對沖，一場新的博弈，內部經濟還在溫差中艱難修復，外部風險已經逼近。受中東衝突影響，布倫特原油價格持續上漲，帶動燃油價格上升。高敏感度的化工品和金屬價格自冲突開始已經出現漲勢。對於製造業大國而言，能源價格上漲絕非小事，它將通過成本傳導機制推高企業生產成本，擠壓中下游利潤，並帶來通脹預期壓力，這叫輸入型通脹。最後，高盛他提示要盯住2個關鍵變量，哪2個關鍵變量？第一個就是地產銷售的持續性，也就是3月的小陽春能不能持續；第二個是油價與通脹的傳導。有人說了，那通脹不是好事嗎？這種輸入型通脹不是好事，因為它沒有辦法帶來更多的利潤，反而會擠壓利潤，那牛馬的收入就更低，牛馬就業更困難。牛馬收入低，牛馬就業困難，那內需就更不振，大家就勒紧褲帶也不消費，這叫輸入型通脹。這是高盛的一個周報，當然這都是一家之言，大家參考。這個通過高盛的報告，我的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年第一季度很多關於生產的這些數字，什麼 PMI 什麼 PPI 等等，這些數字好像還不錯。你知道為什麼不錯了？是政府舉債、地方債發力。我今天還看到一個房地產的專家叫董潘，他好像發了一個視頻，說他說居民儲蓄存款快速增加，已經達到166萬億。他說誰存的？咋回事？166萬億存款的背後，中國人到底在怕什麼？是沒有一個國家說人這麼喜歡存錢，尤其像中國這樣這麼喜歡存錢，執着於存錢的。董教授說，那中國人到底怕什麼呢？他這個視頻說，他說最近有一組數據，如果你認真看过，立刻會感覺到不符合常識，或者說嚴重反常，不對勁。截至2025年底，全國居民存款達到了166萬億。那這是什麼概念呢？他說10年前，也就是2015年，全國居民存款只有50萬億，10年之後到了166萬億，就是增加了2倍多。換一個角度說，它就是人均居民存款差不多接近12萬。更誇張的是增量，2022年居民存款一年就增加了18萬億，也就是越往後大家增加的存款是越来越多。2023、2025每年存款都在增加量，都在14万億到17万億之间。伴隨着这个2023、2024、2025，那是大家收入感覺是在下降的，大家就業難、降薪。但是一邊是收入下降、就業難、降薪，一邊是存款還在增加，這感覺有點不大對勁，是吧？也明明是經濟不景氣，就業市場壓力巨大，存款怎麼可能還增加呢？而且存款的情況超級好，不是一點點的變多，而是持續的高速增長。董教授他認為問題就出在這裡，
這組數據其實是不正常的，或者是嚴重反常。那怎麼反常？因為按照常识，如果經濟好了，或者大家对未来看好，收入增加，大家应該是多消費、多投資，钱快速流动，而不是把钱一层一层包裹着锁死在銀行。換句話說，存款暴漲往往不是因为大家更富了，而是因為大家擔心未來收入變得更謹慎了，不敢花錢了，錢因此不能流動，存起來。那錢為什麼就不能流動？這個董教授認為，第一個原因跟樓市有關，跟房地產有關，因為房地產不能再吸金了。在過去20-30年當中，買房幾乎成為一個全民共識，樓市成為一個最大的資金蓄水池。大家買了房子，房價升值，再加上出租，就是大多數人都是賺了錢。到現在房價預期變了，很多人不敢買了，於是本來要進樓市的錢直接變成了存款，躺在銀行裡了。第二個原因還跟樓市有關，因為大家擔心房價會繼續下跌，財產會發生損失，很多人開始處置房產，回籠資金了。因為房價已經連續下跌6-7年，業主的房屋價格在不斷放水、不斷縮水不斷的下降。很多人把投資性的房產賣掉，甚至把自住的商品房賣掉，這樣的話，資產就變成了現金，不能放在家裡，於是拿到銀行存起來了。第三個原因是居民的風險偏好明顯下降。其實一個有畸形的社會，居民風險偏好是上漲的。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有很多投資渠道都是賠錢，咱不敢投，所以說只好存款，就這意思。你不敢創業了，你不敢開餐館，也不敢加盟奶茶店，所以錢就往銀行存。大家擔心下崗失業，擔心收入下降，擔心未來養老問題，擔心子女教育支出的負擔問題，不敢花錢，寧願多存一點，節省一點。那這背後其實是4個字：預防風險。也就是說，大家就是預防性儲蓄。這是董教授說的原因。第4個原因說，投資渠道本身不太給力，房地產市場在調整，股票市場波動大，理財產品這2年連續暴雷，不像以前那麼穩了，於是大家不敢輕易的去投資了。結果兜了一圈的看到說，最安全的環境就是啥也不幹，存銀行，存定期。他說，在這種4種因素影響之下，大家都在回籠資金，節約開支，努力存錢，把未來鎖住，把今後的不確定性給它上一個保險。董教授他說，所以大家看到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畫面，表面是166萬億巨額的存款，但背後其實是一個集體看衰的心理。不是我很有錢了，是我擔心未來會發生什麼，我得努力攢錢去應付未來的風險。董教授就認為，所以怎麼樣去改變大家看衰的心理，提高大家對未來的信心，這是我們政府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董教授這個視頻，他這講的這個觀點，我給大家描述了一遍。我覺得他講的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比如說講的我們對未來不看好，我們存錢是為了養老還有孩子，這沒錯啊，都是這樣。投資渠道不暢，因為你這錢拿出去，你盯着人家利息或者盯着人家收益，人家是盯着你本金的，誰敢把這錢拿出去？所以存銀行是最好的選擇，不二之選，沒錯。但是我覺得董教授他忽略了一個更大的矛盾問題。什麼叫更大的問題？剛才說的那些是沒問題，確實有，咱都得承認，我們每個人存錢都有這樣的心理。但是你說2025年咱們銀行的存款166萬億，你不能只看總數，你更不能看平均數，平均是12萬，人均存款12万。你要知道这166萬億是誰的錢，至少有一半的中國人那兜比臉都乾淨。你讓他掏1萬塊錢現金出來，或者銀行存款有1萬塊，那都不容易，有至少一半的中國人。所以這個東西你要看中位數，你不要看平均。平均你跟馬雲良一平均，你還是富豪；你跟馬化騰良一平均，你不是，你还也變成首富了的，或者立馬就福布斯排行榜第30名。你說這個有什麼意思？166萬億都是誰的錢？你把這個搞清楚。我記得招行一個金葵花是吧？數據，還有中金也公布這樣的數據，包括胡潤也公布這樣的數據。也就是說，你這166萬億恨不得80%以上是屬於那1%的人的，1%的家庭擁有了
80%以上的，這裡面166萬億恐怕有150萬億是那麼不到幾千個家庭的，剩下的這些人是16萬億，這16萬億人均一個人不到1萬塊。金葵花數據不有這樣的數嗎？但是它不一定準，咱們只能參考。90%的人的存款不超過1萬塊，你拿這個1萬塊，你讓他買房，你這不是扯嗎？什麼房地產是蓄水池？他這個意思就是說，你看為什麼大家不買房？因為你看房價在跌，大家的房價一跌，很多人把房子賣掉，回笼現金去存銀行。你把房子賣掉，誰買了？買的人那不就把自己存款拿出來買了吗？所以说，我觉得這個賬是怎麼算的？你也不是賣給老外了，你房子也不是拿到國外賣去了，你還不在國內賣嗎？國內賣，你的300萬房子賣給那個人，你銀行多了300萬，那個人不銀行不少了300萬嗎？是這意思吧？存款他得拿300萬出來，你在銀行那邊一統計還不是一樣嗎？這邊出去了，那邊也進來了，所以我覺得他忽略了一個66萬億到底是誰的錢。所以你就看到韭菜，對不对？買個300萬的房子，那是咬牙切齒啊！北京、上海都這樣，不要說什麼合肥、南昌了，北京、上海，你看這個小陽春，成交2/3都是300萬的房子，那也是咬牙切齒的吧？勒緊褲腰带去買，這是韭菜能買得起的房子，剛需。但是那有錢人買的這個豪宅，30萬一平，一套2個億的，眼睛都不帶眨的，日光一開盤就沒了。這已經說明問題，這叫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其他的地方欠發達地區，那韭菜買套房70-80萬的，那都是咬牙切齒，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借乾淨才能買一套。所以說的這166萬億存款，實際上反映的更多的是分化加劇。比如我們經常看短視頻，看社交媒體上，好像100萬不叫事，月薪人均都是5萬起。這都是短視頻平台、社交媒体帶來的不正之風，叫浮誇之風。很多人，對吧？年輕人覺得這張口閉口幾個 W， 搞得他好像袋裡有不少個 W 一樣的。實際上他兜比臉都乾淨，一個月拿個3-4千，吃了上頓沒下頓，月月光。但是他認為幾十個 W 不叫事。這166萬億裡面有多少是婆羅門的？這些婆羅門就剛才咱們高盛的文章，通過大基建，把這個地方政府發的債變成他們的收入，變成他們的銀行存款，變成他們在上海的豪宅。所以這些問題你不解決，你老說樓市要漲，這都不是好人。房價要漲，怎麼漲？漲上去讓你再收割一回是嗎？這個分配出了大問題，收入不均。很多韭菜想買房，他沒錢，他收入也不穩定。前2天咱們節目說了，有一半的就業人口現在是無固定收入，是靈活就業狀態。你指望他買房是嗎？稍微一點變動，他馬上就失業，他就沒有工作，他收入都不穩定，他怎麼買房？我們再看啊，今天這個熱搜有一條叫房抵貸利率3.8變8.7，5年才發現男子辦房貸遭利率變臉，銀行拒回應。這是荔枝新聞，這不知道怎麼上的熱搜，說的怎麼回事？說江蘇的王先生2021年辦理住房抵押貸款時，中介稱常熟農商銀行年利率僅3.8%。2021年呢，我記得那時候不是普遍的是5%、6%嗎？我的印象中，常熟農商行居然只有3.8%，那是很便宜了，低於4大行的5%到5.8%。他因此選擇在該行貸款68萬元，10年還清，每個月連本帶息還款8500元左右。簽合同時，業務經理跳過利率頁，讓他直接簽字。之後5年，銀行一直未提供合同，王先生誤以為按3.8%還款。今年2月，他打算提前還款，才發現合同約定年利率為8.7%。你這個夠高的，你是從銀行貸款，年利率是8.7%。王先生多次調解，並要求查看合同未果，直到記者介入銀行才拿出合同。他質疑銀行故意隱瞞高利率，防止他終止貸款。截至發稿，銀行未就為何不提供合同做出正式回應。這個叫皮褲套民褲，必有緣故。
中心經緯撥打涉事銀行常熟農山銀行客服電話，工作人員表示已經注意到相關媒體報道，目前正抓緊進行核實，該行也會根據事實的情況妥善進行處理。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貸款人所說，那銀行就構成欺詐了，這簡直就是詐騙。但是我想恐怕不容易，沒那麼簡單呢。每個月還8000多，他按理來說他應該是算過的，他貸款比如說貸款60多萬，一個月還多少，他應該去過別的銀行問過，結果是把你算成8.7的這種利息，你每個月肯定要多還，難道他自己沒有警惕嗎？反正所以說這玩意兒里面一定是有什麼貓膩，你隨便搞個 APP 或者是自己計算器算一下，你就知道你的利息是多少，或者大差不差，对不对？3.8到8.7中間差5个點，5%，他還了幾年居然都沒法察覺，所以怎麼看這裡面都有蹊蹺。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